来继续来看云林古坑这位种药草的农民丁春德，用青菜水果的废弃物来饲稻滚，再搁收集到稻滚粪来做肥料，有效来利用到废弃物，促进到农业的全循环。伊是古坑一位种药草的有机农民丁春德，甲规片买着往来批发区有饲成万只的红豆粉。伊讲的饲遮尔济，上主要是因为伊本身有伫咧关注有机农业和农业废弃物的循环问题。利用在地的废弃物，像凤梨皮啦、太空包啦，还有因为我种中草药的那些草药渣堆肥发酵以后拿来给蚯蚓吃，这就是现在贯彻节能减碳。接下来我们做一些循环价值再利用这个部分不是对果农，是对我们台湾的农业是一个很好的效果。丁春德投入有机超过20档，伊讲若是对豆粉或者是有机农法有兴趣民众，会当过去甲伊研究讨论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